神啊，你睡着了嗎？喺人生最壞嘅時刻，有多少次當拖住破碎嘅心嚟到神面前，卻係得到沉默，以致好多人選擇將個心冰封起嚟啦。我哋熟悉嘅詩篇121篇，明明喺度講保護我哋嘅神，不打盹也不睡覺，但係喺詩篇44篇，詩人卻喊出：主啊，求你睡醒，為何準睡呢？呢首充滿痛苦嘅哀歌，係示範咗神嘅子民點樣喺苦難當中禱告。我哋常誤以為禱告要修飾，要正確去講屬靈嘅話，但係詩篇44篇卻係教導我哋第一個功課係：禱告唔係一場語言藝術啊，佢係容納你最原始感受嘅地方。詩篇44篇開頭雖然充滿住對上帝昔日榮耀作為讚美，但係作用卻係用嚟襯托佢所經歷嘅今天嘅困境。詩人冇試圖去用敬虔嘅言語包裝佢嘅失望，而係直指神你丟棄咗佢哋，任由佢哋受辱、被擊敗。呢種從讚美到抱怨嘅巨大反差，正係揭示咗禱告嘅真正本質，就係向上帝表達我哋真實嘅感受，哪怕嗰啲係憤怒、係質疑，亦都係有效而且深刻嘅祈禱方式。誠實嘅憤怒比起虛假嘅讚美更加接近上帝。唔好害怕將你嘅困惑同埋被遺棄嘅感覺攤喺神面前。當災難降臨，唔少人往往會自我審視，係咪我做錯咗啲乜嘢嘢，得着咁樣嘅下場？詩篇44篇提出咗一個極具挑戰嘅觀點：苦難並不必然係犯錯嘅結果。詩人佢去嚴肅省察，預先排除咗佢隱而未完嘅罪，然後勇敢咁宣告，儘管遭遇到呢一切，佢哋嘅心冇退縮，腳步都冇偏離。嗱，呢個挑戰咗嗰種過於簡化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嘅公式。有時候信實嘅子民依然可以經歷冇辦法解釋嘅苦難，所以你嘅痛苦唔一定係你做錯事嘅證據。承認呢一點，我哋先至能夠跳出自我定罪嘅漩渦，真實面對苦難本身。詩人寫話：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。呢一節後來俾保羅喺羅馬書引用。呢一句讓我哋睇到，有時苦難係為信仰付出代價。而詩篇嘅結尾並冇停留喺祈求環境變好，而係去呼求上帝嘅慈愛，即係神嗰種唔受別人或者外界嘅影響，佢永不改變嘅承諾。當環境崩塌嘅時候，我哋找住嘅唔係一個解釋，而係上帝不變嘅品格。已故資深傳媒人 Andy Rooney 曾經講過：雖然我唔能夠選擇我嘅感覺，但係我可以選擇我嘅反應。面對災禍，我哋冇辦法唔去感到痛苦，唔去感到唔明白㗎。但係我哋可以好似詩人一樣，選擇喺呢一種極大張力當中，依然找住神，向佢詢問、呼求、盼望將來。